基隆港的码头昨暝发生一件公安的意外，码头人员伫咧吊货柜的时阵，货柜车去弄到伫咧半空中的天车，也就是吊船的吊钩啊。货柜车的车头规个猫落变形，驾驶吊伫咧车顶，加在送病院了后无真要紧。讲当时这个货柜车的驾驶按照惯例，把车驶到吊钩的下骹，这个货物吊就车了后，就会当把车直接驶咧走。因为无注意到吊钩的悬度，才会造成意外。货柜车斜翻头，准备要载货，想到吊车摇日作业，弄到这台货柜车车头害一个真大个，随变形，驾驶阁吊伫内底。消防人员一个赶到现场，爬起个车头，赶紧破坏车门，甲时间的比赛。现场的驾驶卡伫车内袂顶袂动，前后用差不多20分钟，才将人家救出来送医院。但就是速度过快啊，不小心啊，警方都要注意看你警方啊，是有没有状况是那一些的。代志发生伫昨暝6点半，基隆港西19号码头现场，也有真侪业者伫起货，当时吊水驾驶甲平时共款操作车辆。动作真熟练，想不到即摆煞发生意外。依照惯例，驾驶一般拢爱斜翻头了后，将车驶到吊车下骹，将这个货柜放好了后，直接将货柜载走，节省时间。即摆事件是因为当时这个吊车作业到一半时，货柜车无注意到驶过了后，直接甲弄落，造成车头歹去，驾驶掉入内底。牵引车未注意前方状况，所以撞击到天车。那目前人员无大碍。加在这个驾驶送去病院检查后，无什么外伤，是讲这个公安意外，嘛互这个驾驶有惊到，会提醒家己后盖若做事的时，爱加注意四周围的状况，以免阁造成意外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